消失咗22年，被譽為廣州第一雞嘅傳奇老字號清平飯店，終於喺2024年震撼重開。除咗美食，仲會分享喺廣州東站走嗰陣，點樣用4折買埋手信價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今日嚟到廣州，喺地鐵1號線陳家祠站出。既然喺呢個站出，不妨行埋隔籬嘅陳家祠啦。呢度喺清朝光緒年間落成，當年由廣東72個縣嘅陳氏宗親集資興建，依家仲變身做國家1級博物館。全間屋由屋頂、牆壁到門窗，都佈滿咗神級嘅嶺南雕刻工藝。溫馨提示：呢個國家級景區下午4點30分會停止售票同入場價。今日嚟試2024年重開嘅清平飯店，晚市未開，門口已經開始排長龍。講起清平飯店嘅歷史，就要由1960年代講起。當年由荔灣區清平路嘅鴻琛飯店同圖強飯店合併，全盛時期佢哋瘋狂到日賣萬幾隻雞，上晒報紙頭條。可惜2002年因債務拖累，無奈宣布倒閉。消失咗22年，呢個傳奇終於喺2024年重開，今日終於有機會嚟試下。一入到去，裏面用咗深綠色同原木色做主題，優雅得嚟，又好有復古嘅味道。成個色調俾人一種好沉穩、好安靜嘅高貴感覺。呢度主打正宗嘅廣州粵菜，睇下餐牌，發現佢哋嘅選擇真係幾多元化。除咗招牌嘅清平第一雞之外，仲有主打嘅黑松露燒鵝、時令新款菜式、懷舊傳統粵菜、廣府猛火煲仔菜，真係好多款都好想試。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佢哋嘅茶杯同茶壺都設計得非常優雅，仲配備咗全自動加水，完全唔使舉手叫侍應。廣東人食飯無湯不成宴，一於開翻個胃口，叫翻2碗圓中燉湯飲下先。呢個去濕眉豆清平雞腳燉湯，有3隻雞腳，1豬展，湯底清甜又夠火候，只係20蚊嘅燉湯夠晒足料。而金線蓮嘅口感清脆，細嫩回甘，加埋燉水鴨，夠晒滋陰。嚟到呢度，梗係要試呢隻清平第一雞啦！睇下個賣相，皮脆肉嫩，最厲害嘅地方係用秘製白滷水同雞湯，經過3提3浸嘅工藝做出嚟嘅。佢嘅肉質比起喺香港食到嘅雞更加有嚼勁，雞味更加濃。連舊骨都有埋滷水嘅鮮香，完全唔使點薑蔥都夠晒味，真係名不虛傳。
除咗清平雞，今日嘅大作肯定係呢條15年陳皮蒸橋咀斑。佢係一道考驗食材同火候嘅頂級功夫粵菜。條魚蒸得啱啱好，橋咀斑本身嘅肉質好似豆腐咁滑溜，入口極之鮮甜，仲帶有15年老陳皮嘅醇厚幽香，真係鮮上加鮮，非常高境界。跟住睇下呢煲古法燜鮮崩沙牛腩，最特色嘅係用鮮牛腩，肉質特別有牛味。崩沙腩燜到軟腍入味，啲筋位充滿膠質，而底層用咗煎過嘅腸粉墊底，金黃香脆嘅腸粉索晒牛腩嘅濃郁醬汁同牛脂香。食到停唔到口，呢個組合真係絕配，一定要點。第4樣食嘅係翡翠青瓜花，山野菌爆聖子。呢種瓜苗喺出面好少見，入口脆嫩。雖然聖子細細隻，但勝在夠晒鮮甜，而且完全冇沙。配埋山野菌一齊炒，成道菜充滿鑊氣。如果你鍾意濃味嘅傳統粵菜，實在唔可以錯過呢道金蠔梅菜乾燜豬手。金蠔索晒豬手嘅油脂，加埋梅菜嘅鹹鹹甜甜，成個味道豐富得嚟，極有層次。而佢嘅豬手屬於爽口嗰種，但神奇地每一啖都爆汁入味。唔知有冇觀眾朋友食過？我覺得真係好食到唔知點形容。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，話我知你覺得點啊！總括嚟講，我覺得清平飯店冇令我失望。每一道菜無論係火候、食材定係調味，都食得出落足功夫。配埋入面深綠原木色咁高級優雅嘅環境，我覺得絕對值得過嚟試一次。埋單計數，呢道功夫茶位10蚊一位，因為我哋想試好多餸，2個人瘋狂點咗5個小菜同2碗燉湯，再加3個外賣盒打包拎走，合共埋單大約人民幣553蚊。不過提提大家，如果用呢個做人均消費參考，其實唔係咁準，因為我哋呢個份量應該夠4-5個人食都得。仲記唔記得同大家提過點樣喺廣州東站走嘅時候用4折買手信？依家就為大家揭曉啦！只要去到廣州東站，沿住商場行去東方寶泰購物中心，你就會見到好大間嘅永旺。今次唔夠時間去廣州上下九路，點知喺永旺發現到廣州名物皇上皇，即刻入手咗佢出名嘅臘腸。返到香港上網一睇，網上竟然賣成80蚊人民幣，真係抵好多。
今集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睇呢類自費食評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讚好、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如果能力許可，歡迎你用超級感謝功能支持我製作更多自費嘅創作。好多謝你可以睇到嚟呢度，我哋下集見啦！